真香啊！你俩找我，闹起来，你会带你。能带人，不要他的那个。他来了，行，呀，吃饱带你呀。你可是来啊，好像，要不看闺蜜的份上，还能说这句啊？喝冰了。远了，怎么这样？你俩干啥呀？就这口子。当然，我你滚出去。人家来了，哎，到哪儿有啥味儿。从现在我知道我们家有一头要喝。